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敏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烏溪沙 Silversand 一座中層 B 室，一個細面積921尺，3房1套2廁加工人套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Silversand 屬於低密度豪宅，客飯廳採用直廳設計，單位亦都做咗裝修，靠近牆邊加設儲物櫃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客廳闊度有3.4米，有全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採光度非常理想。單位坐向東南，可以話係市場上少有向東南嘅海景單位。行出露台，除咗望到樹林景色之外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星灣呢個保育海灘，而遠處就望到馬鞍山同埋吐露港，景觀非常開揚。企喺露台就係享受緊一個寧靜嘅世界。入返嚟客飯廳位置，客飯廳全長大約6.3米，由屋苑步行10至12分鐘就可以到達烏溪沙站。烏溪沙站旁亦設有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提供多條路線往來新界、九龍及港島區。跟住嚟到廚房，設有兩邊嘅工作台，亦擺放到大型嘅雙層雪櫃、焗爐、洗衣機，旁邊亦設有工作平台。打開工作平台嘅玻璃門，同客飯廳亦都有一個對流嘅作用。廚房旁邊係設有通風窗嘅工人套房，現時做咗儲物間，擺放雜物。出返嚟飯廳，旁邊有一個浴室，設有浴缸，亦都方便客人使用。跟住係第一間嘅睡房，大約有6.7平方米，擺放到睡床、鋼琴同埋書台，地方亦都方正實用。而窗外嘅景觀仲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㗎。跟住嚟到走廊，左手邊係第二間嘅睡房，大約有6.2平方米。屋苑鄰近盈海匯商場，提供咗超市及多間食肆，方便居民購物消費。而烏溪沙站旁亦設有街市及少量商鋪，配合居民所需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11平方米，擺放大型睡床之後，亦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屋苑會所設有戶外泳池、健身室、兒童遊樂區同埋宴會廳等等。屋苑小學校網係屬於89，而中學校網係屬於沙田區。最後係主人房浴室，設有通風窗，配備浴缸及淋浴間，配合唔同嘅需要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